是小天哥，为么浮力水，我怎么去呢？康林莫来着，隔壁的我知道这来着。烧个咸菜，给我菜壶，这是打下来我盖上盖不好了。和尚念经念不感应，对，三下三不欧举三屁三人四句。还不说啥？是个妈呢？是来着，弟弟呢？头子阿表呢？来娃是老婆呢？是来好哎呦，凶啊！凶。真的凶！哎呦，不得了！一个才是我最开心的事体，就是看孙子，哪怕他演得了像我孙，哪怕他老兴奋人，也不欢喜。看见也开心，想想也开心，困懵的了是一个。没儿子没囡，没孙子没孙囡，两眼没出，第二是个顶个屁！传宗接代是人活辣埃个世界浪向最根本的使命。当来开开心心的边帮自家为社会做眼鞠躬尽瘁的辰光，你也扪心自问，谁人也养了，样子几个？